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川河，欢迎各来到白斋观察。这是一个对台中发生的金融训练节目。中心希望咱做伙用母语讨论国际大事。昨暝11月11日，因为美国参议院通过临时预算案，政府关门的风险解除，市场对降息的期待更加明确。中国可能设稀土出口限制，贸易战的阴影搁一摆浮出来，避险的资金流入黄金市场，美元指数落到99.4以下，资金搁转去黄金市场，支撑金价徛伫原位。昨暝11月11日，金价收伫4126块附近，规工落来，黄金起10.78块，0.26%。最后，感谢收看，再会。